大家好，今天來跟大家解鎖拉美樂味代餐奶昔各種食譜吧。首先就是健康又方便的酸奶碗，所需要的材料：低脂酸奶、些許水果，當然還有我們的樂味代餐奶昔粉。大家也可以根據自己的喜好選擇不同的口味。每包樂味代餐奶昔粉都有高達14克的蛋白質。首先把樂味代餐奶昔粉倒入酸奶碗中，攪拌到均勻為止。最後就是加上水果，大家也可以根據自己的喜好放不同的水果和少許的堅果，健康又方便的酸奶碗就做好了。這一碗的熱量只有189大卡，3分鐘就能搞定的樂味代餐奶昔酸奶碗，擺上自己喜歡吃的水果和堅果即可。做法超級無敵簡單。這款樂味代餐奶昔粉含有20種維生素和礦物質，17種雜糧與混，佔每日攝入量高於33%先，飽腹感長達5個小時。這款樂味代餐奶昔粉該攝取營養都有，能量巨強，趕快來試試。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，更多健康飲食等你來看。